后来若有关到高金素梅涉嫌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这个部分，检调讲是2022年高金素梅曾经利用人头进口中国籍快胎，怀疑有阿强介入资助。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是再度破文挺高金素梅，讲检方是披露轰炸。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警惕讲，到底罗志强是要保护高金，或者是嘛要保护伊家己？今天这一批是送给你们的，接下来还有需求的话，我们在场的大家都会帮忙你们。2022年疫情期间，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协助偏乡防疫，创立人间有情社会有爱平台，邀请各界关快台试剂和研究我的催案，那户籍伫咧原乡地区拢会当领。那当时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嘛是防疫的工作伴之一。高官无情，但高金有爱，大家说对不对？今日基站保物资，不过检方追查这批快台试剂可能涉及中资。为外观来看，深青色为主的设计，正经头标注紧急使用的建议。根据了解，是来自中国厦门宝泰生物科技公司所生产的快台试剂。检调嘛确认是高金素梅来募集，经过竞选团队的成员分互地方，怀疑涉嫌利用人头来输入，可能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事发了后，罗志强2届伫咧社群顶声援，攻击检调甲人逼上案，致使高金素梅紧急就医。即期要办高金素梅，无需要三大案，敢若需要莫须有3个字。高金这一次被检举涉嫌有非法违法用人头来输入中国制快筛的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些公开的记者会，罗志强也就一起陪同，似乎是不是有因为这层关系，而罗志强也急着跳出来？他要保护高金，还是也要保护自己？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尊重司法哈，但也希望勿枉勿纵。另外，按上要参选台北市议员的马旭文指出，2024年立委陈耀典的办公室8个大量中国快胎弹条。过去陈耀典阁感谢厦门大商协会爱心乐观，呼吁检调扩大调查。陈玉珍所在立法院丢弃的大批中国试剂，基本上是同一些厂商，也是同家公司。敢是甲中资有关系，今嘛有案外案，真相都需要后续查清。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